你是安怎啦？我人艰苦，艰苦是倒位咧艰苦？我着规身躯拢咧艰苦啊。我看你是无想要上班咯。哪有啦？重点是已经要开始录音啊呢。来宾敢来啊？我拄则听到外口有声，应该是来哦。紧来！紧啥啦？紧叫来甲我看病！重点是你倒位艰苦啊？看病是有分科的呢。无要紧啊！你看眼要看倒一科，我就是艰苦一科啦。我无要管你啊，要开始来录音吗？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变，黑白变。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抑阁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你是到底有要录音无？医生敢来啊？来啊啦！好啦，咱紧介绍咱今仔的来宾出来。咱的来宾想讲嗨啊，来遮阁爱义尽伊的魂道。咱来欢迎今仔日的来宾。朱医师，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敢好？好啊。我姓朱吼，朱子宏。是台北出世的嘛是台北，阮也是台北大汉的。读高中大学大学吼，阮也是伫台北。老母呢，就是得到医师证书了后，有去训练这小儿科。嘛摕到这专科证书，即摆是有得到这做儿童类分泌这专科的执照伫这台北甲新竹两个所在各有服务听众朋友啊，恁敢有听出来朱医师的口音甲阮黑白变两个听起来是无啥共款哦？真的。朱医师的口音就是咱所谓讲的泉州腔啦。泉州腔。泉的。你漳的，我嘛漳的。嘿啦，我漳的啦。所以咱等下的题目啊嘛，甲这有关系哦。听讲医师是大学5年啊，才对零开始学台语对无？对。想要问讲，你是透过啥物款的方式？你进前拢袂晓讲台语啊？是讲阮老母啦，就是安娘啦，咱根本话讲啊，安娘，安娘就是老母管母，就是因是金门人，毋过我伫我细汉的时阵厝内真罕咧讲母语，老母呢是到即阵嘛伊才甲我讲，伊细汉的时阵就是读小学就是国校啊。听讲有先生会甲这讲母语的囡仔打碟甲伊处罚。打碟就是会甲囡仔处罚。对，毋知伊就毋敢开喙开喙讲。老母呢，我是倒阮外妈我咧开始学这台语的时阵伊还伫咧我着倒伊的腔口豆豆收上。毋过较早是就是对零开始的起鼓的我是算是讲我幼抓的迄当就是读大学2年到3年的幼抓，我有去这德国，算是有一个这德语的这课程，算是暑期班啦就是幼抓的这就是 summer school 安尼伫迄摆我有看到一个香港来的查某囡仔，差不多甲我并做好，伊就是看我载的旅游的这佚佗的字伊就随用这广东话甲念出来。我迄摆就是有一个算是冲击，就是讲面代是安怎这查某囡仔甲我差不多大，伊用这广东话甲念出来。母语是安怎是我袂用的安尼，是安尼我。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概念啦，刷落来佫倒阮外妈的腔口豆豆修正。对，大学4年5年的时阵迄当阵我有一个算是学会会长，就是伊的证件有一项就是要定佫起这医用台语的教学，毋知较早我想讲我去做学生好啦，就是就是倒咧学，毋过伊是讲我有学一寡拼音，
对安尼会用个就是甲我的经验对分享到其他的同学安尼，就安尼，你讲迄本册，所以内底你讲泉州音嘛，所以你内底拼音是全的还是讲的？毋是哦，对普通腔，哦，讲的。普通腔有到一寡算是台北腔啦，哦，台北就是腔。小可换转的，安尼。哦，但是你平时讲的全的，你敢有甲收入去？迄摆是无，迄摆是无，后摆敢买。有存班，有存班，有计位，哦。但是你看哦，就是因为阮看的报道讲你是听台语歌，还是讲看一寡电视，但是电视要学的泉州腔足少的呢。因为你讲你是外妈迄边的腔口，你想要甲伊保留落来，但是就是你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要安怎去修正，啊，佮有讲去知影讲这个腔口，因为你看像你讲的就是腔口，啊，阮是腔口，对。算是起头山吼，我嘛是学这普通腔，对，我去这迄摆吼，有迄个就是台北市的图书馆，对，会甲伊借一寡讲台语的书来看啦，看吼，就是甲阮外妈开讲，就发现着因的腔口嘛是无啥同。落尾咧就是豆豆学伊的腔口，才知影，亲像讲我有一摆2006年的时阵，我就是去这西藏，中国大陆的西藏佚佗了后转来甲伊报告，去就是有拄着啥物好耍的物件，伊就讲出一句话，一条词啦。迄当阵我常常听无，就是伊讲。火车是啥火？对，一般的普通腔是火车，毋过伊讲出火车，硬一个，对，什么车？对，就安尼我就查一寡 paper 啦，嘛有这读书啦，就是看迄泉腔，甲这一般的漳腔有啥物各样差别的所在，对，就安尼豆豆变起来安尼。所以讲你泉州腔的先生，就是恁外妈，还是讲就是有其他泉州腔的人会当学？起头先是阮外妈啦，毋过伊迄当阵伊是在生，毋过伊是食80六号，个性到2017。2007到2008算是起步啦，我有对迄 BBS， 迄当阵佫有 BBS 有一道帮互做 TW language，TW language 内面有一寡外人我拄着一个嘛是台大的学长，伊是物理系毕业的，伊是讲台北话的。亲像火车的迄款的，对，参与练习，伊嘛有做一寡泉腔的研究，我嘛有对伊咧学，到即阵嘛，即阵嘛就是 Facebook 咧事件啦，台语社，亲像 Facebook 有一寡台语的社团，台语社，啥物金门的闽南语社，啥物遮的，啥物海口腔的，遮的，我有就是。当着较侪人，真侪资源啊！对，较资源。我即摆佫有较侪的台语盘，佫有泉腔的台语盘。我嘛豆豆发现着我所讲的金门话即款的腔，是算是严格来讲，是东华腔。东华腔就是金门对面的迄个，算是原乡啦。就是有地区啦，就是其实因泉州腔佫有分做，就是某一区某一区。对，迄泉腔佫有分，东华腔是一款佫有这安溪腔，我知影，朱医师即摆有一个灵感，咱即摆加一个起头，咱连讲就找一个我专门咧研究即块的老师来甲咱解说。到时阵咱就知影讲，迄个研究佫有因的迄起头是安怎分的。嘛袂歹哦。安溪腔3-1腔遮个啊，嘿。所以你甲妈妈讲话，伊就是讲金门腔对无？还是已经去互咱同化？伊会晓金门腔，不过伊伫外口一般就是交陪是台北腔。这厉害！台北腔就是买菜的时阵。伊家己会当切换。会用的。所以你爱特别要求伊，就是用金门腔甲你讲话。我会甲伊问，
亲像迄煮的菜，才会菜水的号名，才会对，金门是怎样讲？我阁有找一寡专工伫研究金门话的 paper， 就是文献，亲像上无有2篇啦，则有时会加显啦，来看，我要来讲啥物物件，敢有落伫迄个报告内面，对。安尼水叔嘛足认真的呢。对啊，就是亲像我读这医学的 paper 同款啊，对啦，我咧讲做医生的人拢无简单，因一学期读册可能比我一年读册更较济。我之前有一摆看因伫上课，因伫做迄笔记，甲因伫看的 paper，甲因上课交的作业。我咧看一下头壳遐么变去，而且佫是原文的对无？拢是一般拢是英语的啊。对。医学系就是读这个课本啦，原文的课本。虽然讲原有做这个共同的笔记，毋过是就是上要紧是看这个原文字。即摆是看这个，就是嘛是算是医学文献的 Google， 或者 PubMed， PUBMED。逐个就是逐个月拢有迄个新的这个文献出版的，就是袂输咧看新闻啦。亲像医学界有啥物新的研究，新的物件要来发表的。所以医师你嘛，就是做建议讲，就是即摆医学生，就是去学台语对无？对，上无用大陆用拼音来拼这患者所讲的话，查字典的知识，这2项上要紧。因为我之前我毋是讲我去听课有无？迄当阵我边仔就坐一个医学生，阮就是伫听拼音的课。当读医学系真正是无简单啊！伊听1遍，伊就会晓开始念。我听3遍啊，我嘛是拼音嘛是搁足老诶。恁敢是去迄台听课？我去台。北医也是台，我袂记得啊。非得就是因有开课，我去边仔听安尼。但是我嘛是感觉，真若听都有差啦，无怪无法度做医生。叫医生甲我看一下我的头好啊。好啦，你继续问啊，我莫一直甲医生开讲。我伫遮就是想要问讲，就是甲别人咧讲话，敢会全部拢用你的泉州腔？这分做2个阶段吼，头一个阶段是我做这医学生的时阵，迄当阵是大部分啦是用这普通腔啦。因为迄当阵佫开始咧。对，拄开始，就是起头山吼，就是病人这季节的时阵是讲普通腔。到当吼，即摆我家己咧有家己的门诊，了后。我就是大部分会用家己的腔口，若是因听无，我就会转一个较活优势腔的普通腔的这台北话，亲像好车变做黑车，迄款的，因为那较听有啦，因为真侪人捌注意梳理，就是因为是有一个报道讲你是开始。台语优先的门诊，迄当阵就是有即篇报道出来，所以才有网友甲阮介绍甲建议讲，当找你来甲阮开讲安尼。当初是即个台语门诊安怎推出的？是你主动争取的，还是讲就是迄当阵有一个政策？嘛，无讲啥物政策啦，是算是一个使命感吼，就是动机，一个起见啊，一项。我感觉等下。就是我若听无，也是讲我爱想者，我拢爱甲听众朋友翻译者。因为其实最早甲你讲，阮遮就是听阮 podcast 的囡仔，有诶是差不多18岁。对。阮的，但是阮18岁甲150岁的听众拢有，150岁他们就都是。真高。对，有一寡人就是因为拄阮的 Facebook 知影的，所以因就开始就是哪里学台语伫听的，有诶人即阵捌讲过阮讲伤紧。但是阮感觉讲，其实迄是阮一个节奏，所以若是等下若是有诶，我可能会就是插1-2句，替大家翻译一下。结果我甲你拢听。我大概会用个讲较慢诶，反正我嘛是21岁，才学台语啦。21岁，嘿，那你看医师拢，但是袂使伊是医生咧，伊有医生诶头脑，咱无啊。好，继续。对，使命感，我想讲就是辛苦，这使命感吼，算是为这
香港的，嘛是香港就是哦。迄个香港的查某同学。毋是，即摆毋是，是即摆是香港的环上中的运动。环上中嘿。因嘛是有这个心吼，要来保存即个因家己的母语吼，就是受到就是中共的打压吧吼，我就是算是有一个即个心肝头吼，有一个即个感觉。不应起来吼，对，因为迄当阵听因遐人讲，就是因反送中的时阵，迄个运动的时阵，大家现场拢是讲，就是广东话，广东话，对，因家己的话，对，因嘛毋敢看到因这母语吼无去啦吼，拍毋见吼，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就是我就是为 BBS 遮的时代落来吼，我就看到有。阮家己的朋友，大哥伴，伊嘛生囝，生囝伊要教母语，全母语，吼，就是有这要创这环境，毋过伫这日常生活当中，吼，嘛有拄着遮侪困难，对，我就想讲，若是我来看问诊，吼，就是。会用个转台语，吼，甲囡仔交陪，做一个先锋安尼啦。对。所以你问诊的时阵，囡仔嘛会甲你讲台语。对啊。囡仔嘛会讲。对，若是这为这母语家庭出来的，因就是爸仔囝还是母仔囝，双方就是讲母语，对，伊嘛是会用个用母语，敢有迄，就是囡仔，因为像囡仔人若是无听过泉州腔，伊若听你讲，会感觉做好现的，所以伊会阁甲你学一遍无？伊敢会学你讲话？算是有啦，有囡仔调阵我是讲宜兰腔啦，宜兰腔，毋过毋是拄好颠倒变，无共。若讲着就是看诊啊嘛，拄好就是甲你拄则咱讲有关系，就是阮知影讲朱医师你有出一本册，或者医用台语的教学。毋知影讲你出即本册了后，敢有就是得到啥物回馈？譬如讲有人会来甲你雕啊。即本书吼出版吼嘛是我迄当阵甲阮的同学吼，或者张之炎吼，阮同学即摆伫这宜兰的骨科，阮两个感觉讲，就是有上这医用台语课，有出这就是偏港语吼，偏港语就是最后吼，感觉讲就是归去吼，甲伊出一本书，上课的港语甲对，较无遐无彩啦，吼，就是有这了时间。就是对，遮个困难吼，伫偏港语吼。即本吼算是头一本有 ISBN 编号的，ISBN 的，算是台大医学院吼，专工委托嘅出版社吼，伊常常咧出版遮个即嘛是医用的遮个字啦，吼，什物考试的遮个字啦，吼。伊个头家吼就甲我讲，伊按算即本书90%会了解。但是我看即摆阁有咧卖呢，即摆是卖到无好啊，就是好对无无会，这销对，有销啦，对。所以应该无了钱啦吼。应该是袂啦，对。即摆是我看我有时间吼，我会用半工吼来甲伊就是算是修改一下啦。对，我拄则就是想要问这个问题，想讲即本册已经出14档啊，无几年，无啦。14档啊，你讲听众朋友恁到时阵看上面就知，朱医师看起来就甲我共款，无。迄当阵我才5年啊，5年就是22、23，对。你讲14档套牢，你讲出你的机会啊！所以讲，因为我想讲14档对啦，你讲14档过去啊，你的台语的底子嘛愈来愈好，电机嘛愈来愈深。你即时阵登去看迄本册，一定有真侪你想要修改的所在，对，是增加啥物物件？亲像头一课就是拼音的教学，就想讲因为就是换一个较活用吼，就是活泼的款式来教。较早我有修这伫台大的时阵，我有修迄新闻学
中文学就是这 phonology 遮的吼，对发音遮的，就是用这较传统、较古典的，安尼较死板啊、较死酸啊，我想讲较用较外用的款式，佫有几落科，无就是收入去的，亲像什么神经科啦，有一个或者各教授，就是过各金钟伊有教这用这台语来做这神经学检查。郭教授，对，嘿，歹势啊，听众朋友，我搁爱想一个啦。不要紧，对啊，想讲即摆会用甲伊收入去安尼。所以讲当初是你写册的时阵啊，是拄倒位参考？因为迄当阵听讲恁就是第一本对无？恁是第一本嘛？对啊，就是进前若像是先代跟他讲义，但是伊无出册。所以才会想要问讲，譬如讲，主意说你是参考啥物资料，伫咧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敢有拄着啥物困难 ？OK， 较早我会记得是高一啦，高一伊嘛出讲义啦，无迄个 ISBN 啦，我有加显啦，刷来就是亲像皮肤科，皮肤科有一本或者皮肤对，对，或者林重啊，林教授，林医师，因有出一本就是什么皮肤科的什么民俗医学，是不是教会迄边出的对无？我无确定，总共伊就是有加一寡这皮肤病，台语的号名，写伫这字内，佫有两本啦，一本就是。迄当阵，迄老摆教育部家己出的什么词典，佫是知名的，无迄个网络版的。我知。对。有迄本。对，迄较大本。对，较高的。对。遮个啦，嘿。所以迄当阵拄着上大困难，应该就是讲即个事，毋知影要哪讲，还是讲要梦想，敢是？还是拢无困难。迄当阵上艰苦的是就是逐礼拜上课，逐礼拜上课的进前就进前我会去甲这教授收伊，就是亲像伫病房，还是门诊，甲这患者讲话，这录音档，收过来。录音档有时6段啊，亲像10通分钟啊，10通分钟你就伫听咧迄10通分钟。对，你就是咧听咧拍呢。毋那是拍佮爱找汉字对吼。对啊，佮爱摆在教育部，迄当中无这就是知名就是无网络版。对，对，爱拼音啊，遮个，嘿，对。那你自音自行比赛，对，你音自行比赛对，有影，但是你迄当阵，若读册，若做即件代志，但是嘛爱考试对无？迄当阵国考敢考了啊？迄当阵算是我一个 gap year 啦，就是我老母就是伊学迄读有8档。我有一个 gap year， 就是专讲咧学较有兴趣的课。所以就是你家己迄年，互你家己较自由发挥安尼。对。所以厝里的人敢有意见？因无意见。哎哟，袂歹呢，10几年前安尼对你无意见。无意见，伊就讲就随着我。所以就是录音档安尼拍安尼听，语文资料拢甲整理落来，才个编写。对。像你写的这应用伫你即马看诊，你感觉会当对应几趴？90%、70%、80%？感觉上无有一半啦。上无有一半。上无有一半，亲像第2课啊，有讲就一寡的问诊，就是问你的什么身体啊，什么较早讲有什么，算是慢性病啊，遮个较有路用的，有。老母有一寡算是专科的，就是即摆嘛是有欠这小儿科啦。小儿科，我有掀较早古杂志有一本或者来外科的看护学，来外科看护学。毋过内面讲到囡仔无偌济。对，像身体里迄本，就是即几本就是医学台语的册，其实讲真，小儿科拢足少的。对。而且我伫想讲，是毋是以早的囡仔，因为囡仔家己原本身的思虑就较少，病听较讲袂出来，还是讲就是以早的人，迄当阵的人，就是经济无遐好，囡仔无伫看医生，我是要安尼啦。
我是无确定啦，毋过我去显吼，就是囡仔有讲着，就是囡仔要怎样困啊，再有饲奶啊，一顿要饲偌济。饲奶，饲奶的头前迄句是啥？怎样啊？哦，怎样？怎样？嘿，安怎就怎。就是是的啦。喂，讲真诶，其实因为阮的第八条无遐悬，所以讲真诶，我特别咧听人讲第八条足济诶时阵，就是甲全球 Q 讲诶时阵，我拢爱做认真咧听讲。迄第八条真趣味哦，就是我的腔口是44条，就是亲像诶动物，啊有诶正全腔是动物，安尼。对，所以迄个鹅，啊，但是迄个鹅的时阵，我来想一下讲，伊拄则敢是咧讲动物，因为你看我是动物尔，我是动物，啊像阮平时讲，你的朋友要安怎讲？朋友啊，对，朋友哦，遐管阮是朋友啊，阮就是朋友，所以我咧听人讲时阵，我想讲，我敢有听毋对，我爱个较认真。不要紧。好。安尼就是小理科的部分。若阮最近就是讲话啊，讲话啊。哦，就是最近有看到咧做迄教台语的师资啊，有网友听众就是想要去考认证，就是想要请问医师，敢有啥物建议会当互因做参考？因为像你就是拄零开始学，对，所以我感觉讲你会，但是我感觉迄个文化冲击啊，还有迄个觉醒迄种。精神足重要，因为爱有迄个动力，你才家己会主动去做。但是我感觉讲，你拄零开始，你应该有真侪经验，啊，还有你行过的路，会当甲网友讲，朱医师敢有去考认证？有啊，我去年有去考这上台的认证，我有考掉这4万。哦，袂歹哦，今年要考教育部啊。对啊。拼一个。有这个计划嘿。哦，就是要怎样，就是准备吼，就是加看啦，加读，就是即摆有台语台啊，就是我即摆的电视计是调到第14频道，对，你一个准开就看到。听众朋友，我甲恁讲，就是其实伫阮逐工看面册学台语啊，是伫阮的课文内底，拢会当抓到野生的注意事。对，野生的注意事。我互恁写来老话。我有当时看看讲，注意事过来啊，奇怪，今日注意事乃无来，伊是毋是对咱即个题目无兴趣？阮逐工拢会伫遐看，在等你哦。真正有得到事件咧。有啊，我拢伫遐看。迄个梗，嘛是真新诶。对，看台语台。看台语台啦，好啊，即搁有啥物逐工一句啊，较早有人诶啊，电视台啊，吼，亲像下晡啊3点啊7点啊，有上迄个台文字幕诶，对就是看台语台就对啦。台语台啊 ，Facebook 嘛有真侪社团，会用诶滚倒吼，亲像台语社吼，或者会吼。啊，有看对囡仔有对囡仔讲台语，对囡仔讲台语，迄是台中诶社团，还有牵囡仔诶手，行台语诶路，吼，迄是邦桥诶。因为我看其实因po文嘛，其实拢写台文。对。对，我会记你升台考试无考作文。无，囡仔是听写。听写。听写。拼音啊。拼音哦，我就倒啊，无法度考。伊就是念出来，啊，你爱写迄个拼音40条的款。我会记得40条。意思你讲全球腔，啊，你听伊讲迄普通腔，你写出来敢会问题？旧年我有拄着一个问题，就是伊讲无啊，不是无啊，帽子。对，毋过我听做迄个穿鞋穿无迄个。袜子，对，无啊，真出那梅子，梅啊，对啊，应该是嘛，对，所以其实听起来安尼，那像是用全的分起来较清楚吼。你看，伊的无啊、梅啊，啊个梅啊，嘛。全球腔就是有8个母音嘛，就是有这 er 甲无 ir 嘿，迄足歹发的，我无多，
啊，所以过来像你知影讲，咱即届你若要考教育部爱写作文啊，啊个因为伊有进前听讲有迄就是写诗，甲诗翻做散文，散文敢是叫散文？散文？散文迄款。散文。散文。就是该写，啊你这所在你敢有按算安怎准备？这嘛是爱加读啦，啊，就是我拄则讲的社团啊，还是有这卖奖呀，亲像啥物，逐工100个天文图啊，伊就是全台文咧写。对。嘿啊，这阵出一个功课啊，主意书逐工爱用咱的看面册学台语伫下骹写者。医师来做过，医师来做过。好，你会当甲我读个安尼。佮变做一个小单元，医师来做过。我有一个同学啦，伊号做苦君号啦，苦君号伊有家己的号做台湾话的簿仔纸，伊是去创的，对。毋过即阵嘛较含咧普文啊，较早就是2020所以到旧年有较食普文的。安尼，主意书你即摆讲着认真，你爱先煞讲着你的课程啊，恁即摆有一个新的课程啊。嘿。对。你敢是讲我的问题？你开的网络顶你毋是即摆做一个 tutor 讲台语啊？对 tutor 讲台语是我应这陈伟敏的邀请啦。对，伊有甲我招啦，算是讲伊要来创一个 tutor 36点钟久的这课程。对。嘿，要算是邀我做迄个教师啦。对，就是分享一寡伊用台语的遮个话语啊，遮个语词啊，嘿。安尼医师你敢要小可甲阮就是透露一点嘛？就是比如讲有啥物真特别的？啥物课啊？对，有啥物真特别的？医学台语的代数啊，还是讲名数啦？代数名数啊？名词嘿。对，还是讲比如讲你伫咧看诊的时阵有啥物较特别的？你会使甲阮分享一下。亲像啥物预防虾？种猪啦。种猪，你敢知？嘿，就是水猪，嘿，就是种猪，就是较注射的古早话啦。注射的古早话。对。种猪。嘿较常拄着的，亲像啥物行针，嘿，炸布，这是妇科的。啥物物件？炸布。嘿，行针就是面试啊，嘿，面试啊。面试啊。嘿，面试。月经啊。对。炸布，阮敢若有炸布就是较嘛是古早的，就是。听众朋友，恁看袂着阮的面，其实我真想讲，因是咧讲啥？伊只因两个看我一个，因看我听有无？但是我实在是毋知要哪回答因。简单的一般的交流，甲患者的这讲话啦，嘛是会甲嘿。像敢有，就是譬如讲来看几个患者，就是你有像阮白边安尼。我是黑边是白边，但是白边拄则甲你讲雄有几个字，伊知影转的变，然后讲伊就讲做转腔。敢有患者的雄就是用转腔学你一两句安尼。对，会用啊，就是撒交流啊，就是感觉真趣味安尼。对，互相感觉趣味。真欢喜，就是主意书来咱遮。嘿啊，连讲到时阵，搁要出版的时阵，就会使搁来啊。好啊。得在炸猪来宣传。后摆嘛是会用的，就是小可讲一寡，就是医学的知识。嘿。对。像阮今日第一届，就是邀请你来，就是主要是想要甲大家讲，像拄则你讲的，甲台语应用伫咧生活内底上大的体现。你看，主意书就是甲伊的台语放伫伊的门诊内底，而且伊受到的文化冲击，甲伊家己本身想要保留的，就变成讲伊转去甲因外妈、啊，佮因妈妈去研究，而且佮去社团找一寡专区的友志来做伙拍拼。我感觉这真的是足厉害的，感动啊！多谢。真有你的心嘛。转手歹势啊，我拢讲转的。袂要紧。转手有你真正是真赞。阮内底有一个同事嘛，拢讲转腔，但是无传播。是传播，有啦，伊传播啦，但是阮两个平时讲话，较无你注意遮。是查甫的，也是查某。查甫的，等下使带你来甲伊熟悉一下。敢是姓陈的？对啦。迄我知，我有听伊报迄个新闻。听起来主意书真正是咱的铁粉哦。对，有影。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主意书来阮遮，希望讲后届你来时阵，
阮着一个人会当领着一本册。哦，这无问题啦，无问题啊。好啊，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会使来收尾啊。等下就随时做来食饭。好，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酒们，来请问，多谢大大家家努努力力，耶！耶。